后来过来是咱的花式艺能，来看第12届信宜儿童动画奖举办着颁奖的典礼。这届是精选着儿童的创作组，有133部小学生的作品来参赛。结果是我的同学甲风西爷双双摕下特优奖。特优奖，风师爷。 听到家己的作品得奖，这囡仔是有够欢喜，上台领奖前，大家咧揽做伙。因的作品《风西爷》透过剪纸来讲故事，威风凛凛的金门风西爷伫动画作品中趣味佮高追。就大概了解他们的一些功能之类的，然后呢，就想要写故事，需要很多耐心。 这小导演甲配音员伫老师的指导下，发挥因的专长，合作完成这期动画。小朋友对于本土文化的这种感觉，跟他们自己同才或者在生活之中的经验，都有非常强的感受力。今年参加比赛作品的题材表现出即马教育的趋势，包括传承在地文化、环境关怀、甲生态保育等等议题。那落实12年国教自发互动的精神，嘛，互囡仔发挥创意，为因的口中讲出更较侪感动人的动画故事。